全新嘅 LEGO Education Computer Science AI 系列正式登陸香港啦！方案適用於自啟學教撥款計劃，課程涵蓋計算機科學概念、編程核心概念同埋 AI 素養嘅培養，為小一至初中帶嚟高效啟蒙嘅教學實踐。而家我哋一齊從以下5大教學配套，了解當中嘅可能性啦。首先同大家介紹呢一套全新嘅 Computer Science AI 學習套裝，佢擁有高穩定性嘅 AI 學習配件，以分層式教學設計。套裝提供豐富嘅經典積木，為初小學生降低工程設計嘅門檻，同時全無線連接，包含高性能馬達同埋傳感器，可以同時連接10個電子硬件，豐富積木搭建嘅可能性。嚟到編程學習部分，LEGO Education 官方提供編程學習程式，程式支援圖標化編程、圖像化編程、Blockly 及 Python 嘅學習。程式來自身體姿態檢測、分類器等可視化工具，將複雜嘅人工智能概念轉化為具象內容，提供直觀應用以及即時反饋同調試嘅機會。老師唔需要擔心安全同埋隱私嘅問題 ，AI 功能均喺本地裝置運行。個人身份嘅資訊會被移除，僅姿態數據儲存於本地。課程支援方面，方案已經內置咗90節，共160小時嘅系統化教學課程，涵蓋編程同埋 AI 核心概念嘅學習元素。課程參考美國 CSTA 計算機科學框架以及 AI for K12 人工智能教育指南，以5E 教學法帶領學生學習程式設計、反覆運算、解難、邏輯思維等技能。以螺旋式教學由淺至深鞏固學習，令到知識真正扎根於心。課程將聚焦3大核心人工智能概念，為咗培養真正嘅 AI 素養而奠定基礎，當中包括理解 AI 係基於概率進行判斷，學習計算機同人類思維方式嘅差異，以鏡頭追蹤人體姿態同埋關鍵點，直觀了解圖像資訊同埋計算數值嘅轉化。學生將會親自採集姿態數據，深度體驗機器學習嘅完整週期。為普及 AI 學教， Computer Science and AI 方案分別採用3個階段進行學習。首先以預設嘅訓練分類器進行學習，建立基礎邏輯。到第2階段就會學習理解傳感器嘅應用，探索 AI 分類概念。最後會學習複雜嘅系統設計，實踐 AI 算法，控制模型嘅運作。方案同時支援老師教學所需，提供一系列即用資源，結合專業資格教學，達至 AI 教學零距離，令每位老師都可以從容應對教育嘅轉型，輕鬆駕馭未來課堂，輕輕鬆鬆10分鐘就可以完成備課。最後，此方案仲提供咗豐富嘅學習拓展機會，支援應用 Python， 為初中生帶嚟挑戰同埋豐富嘅學習可能性。另外 ，Computer Science and AI 套件為2026年至27年度 First LEGO League FLL 國際競賽嘅官方競賽套裝，可用於參與 FLL Future Edition 嘅賽事，實踐主題式同埋跨學科學習，融入全球社區嘅同時，提升學術能力、個人特質同埋人際溝通能力，讓學生可以更快投入學習。專科提供一系列嘅活動方案，有全級 LEGO 同埋 AI 嘅同樂日，有6至12節嘅到校課程或者興趣班。FLL 機械人比賽培訓，為助老師可以快速落地教授同埋整理教學方向，仲會提供一系列嘅專業教師培訓課程。歡迎老師向專科查詢，了解更多資訊。